Rita 都有发力咯，大家看緊那人哋係鼓吹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呢，我來同大家分享生活當中慢奶是係藝術，藝術當中呢是流露喺你嘅生活當中。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南部嘅大級樂團呢，呢個樂團吼當有來頭幾條嘅主線吼，咪都冇簡單。你先來分享你北部鄉南部村嘅村長談議。大家好，我係南部村嘅村長趙明正。香港呢，你哋咧南部大級樂團吼，咧駐場咪來到現場咧，呢個駐場吼自力動氣哦，細細來分享駐場你好。大家好，我係肖中峰。哎呦，駐場咪係你菜地哈，你菜地咧所係廟嘅主位嘛。哦，南昌叫嘅主位嘛哈。香港呢，應講大級樂團有乜做得新鮮呢？總係要線上來講咩哈？你來分享，你嘅線上係駐村嘅藝術家阿輝先生。大家好，我係阿輝。哇，可唔可以講到二號喎？哈，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咧，3屆來賓呢，佢特色人吼都會打鼓，香港呢會唱歌會表演，第三期地度呢會做動作神奇嘅事情。當然哈，來到咧節目當中，家下講要駐村嘅藝術家，香港可唔可以講到安好阿輝先生？乃是有機會來到你嘅南部村呢？我講國語哦，對不起啊。我剛開始是因為陳永濤客家歌手陳永濤的關係，因為喜歡那歌，所以來到峨眉找他，然後我們一起合作了河婆劇。對，我們當時是用這個石頭跟泥土搭舞台，用撿來的廢棄物做道具跟服裝。然後就愛上這邊的好山好水，所以就定居下來了。後來也因為這樣子的機緣，我們就跟台北的國際策展人叫張元倩一起合作了大愛藝術節。那也因為這樣，所以就認識當時已經在做社造的一個退休的校長叫江信奇。然後以他的引薦之下，才有辦法認識南埔這個地方，也就定居在南埔了。哇，很讚哦！您是講緣分咩？村長，你本身呢咪係咧大級樂團嘅團員，因為你做村長嗬，你父母民眾嗬非常非常嘅無限。不過呢，你有連心呢，佢有喊什麼來看看嗬，上長是長兩義，上打是打兩下嗬。你咧南部嗬，你下沙區嗬做當道嘅事務嗬，包含咧大級樂團。做非常的好呢。係，第一種係花錢多嘅時間，本來都鄉親就都除了咧農忙以外，還有啲嘅娛樂嘅啲活動。係，講到農忙哦，嗬，大家看到你哋那人鼓吹，韓國你寫你嘅鼓哦，細細聲曲本大家聽，用呢？有聽到嗎？哦，你寫做啲做鼓，你係乜嘅東西？用地圖，還有讓人飲鹹菜啲啲地圖咯。係啊，你係呢個客家嘅咧。你啊現台滷鹹菜，鹹菜筒，所以當初選呢些從咧鹹菜筒嘅名義來選呢啲大級樂團嘅。所以你名按到鹹菜筒是你南部嘅大級樂團嘅團名，咁個奇怪嗬，因為用呢筒來做，好，家講農忙可能不卡實有啊。咁個阿輝老師，你本你自己是打非洲鼓嘛？哈，係打軍備嘅。是。你用教大家打軍備用打呢個鼓呢？哦，剛開始我也是把軍備帶到村裡面啦。後來因為村裡面很多的這個老農，然後他們工作因為很多的勞力工作，所以做到手都變形了。那手鼓你需要很靈活的手指頭的動作，那他們沒有辦法打。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軍備它是比較昂貴的樂器。後來我就想說，那不然我們就從家裡帶一些鍋碗瓢盆，對，或是你們家裡可以使用的器具，因為每一個地方的文化紋理不同，它會展現在你的生活器具裡面，所以我就請他們帶這些東西來啊。中間就有一個村婦，
她也在我们社区发展协会里面工作，她本身是庙婆，她就是我们南昌宫的管理，在管理的那个庙婆。然后她那天她就说。我什么都没带，那我就从旁边就拿了一个咸菜桶，对，正值那时候没有在腌咸菜的桶子就空在那边。他说我打这个总可以吧？然后我一看到说，哎，这个桶子很好哎，因为它可以在一个桶子上打出不同的声音出来哦，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就开始成立了我们的咸菜桶打击乐团。哦，原来是安用音啊哈。哎，所以你生活当中动到东西，只要能发得出声音，它就是一个最棒的乐器嘛。所以你看，观众朋友，你看我拨你30秒的时间哈，实实让人不开了播歌啊，玩啊过来，因为我天然是强线上教你打一下哈，因为大家有发觉讲，譬如讲你啊鼓吹，又没上，好，也讲你芹菜、顺太安敲一下都有上啊，你是拿来走节奏乐器嘛哈？可能有的节奏乐器它还有音色，还有旋律上的变化，也可以当旋律乐器啊。那老师可不可以教我们打一下？哦，这个筒子非常的特别。对，刚刚主持人有说到，很多东西它都可以变成一个节奏的乐器，但是呢，可以在一个面上打出3种以上的声音的东西就不多了。刚好我们这个筒子又很有在地精神，对，这个很简单，在这个最大的地方打中间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很漂亮的贝斯的声音。对，用鼓边这边打，这里就会有中音，打这里就会有高音，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3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很丰富的鼓曲出来。哦，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节奏吗？好，2个小节就好了。OK，不能太弹可能，莫平用上来祝贺。听听看。动神奇呢，所以我想吼，你材料随手做在哪里来？好，譬如讲，我哋咧鼓吹，你是逐个做的咩？哈，通讲你系先机过了以后哈，你讲经理你会反应咩？好，是讲求就地取材，你是才提精心。好，所以两当好哦，哈。我哋讲咧大金乐团哈，对社区来讲，对安尼南部村来讲，没少很凝聚大家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团。通讲咧地图的乐团的团员加起来哈，超过300岁，很定应该，应该讲很厉害哦，应该咁讲。他唔止300歲啊！唔止啊！平均新人差唔多，像我65歲到75歲之間。哎呦！貴團要30-40歲。哇，很赞，拍攝你先做哈，老人家哈，經營人生70樣開始，大概是動有發力，係嗎？好，你主唱，你自家哪時開始練幾多年呢？哦，因為樂團一開始就參加到啦。哈，算是開始參加嘞。哪時開始？老師是哪一年開始的？2010年。哦，都已經7年了呀。98年了。98年，所以是2009年。09年了。哦，都已經8年嘞，8年的時間。所以阿輝先生你下邊你心中人嚟啊哈？南部人啊。很好，其實呢，你打兩樂器係咪培養大家嘅感情啊？哈，你按看起來可能你最自信啦，哈，係啊，按打起來起到有自家熱練，體力也好嗎？後擺一開始打一些用大家老人家大家兩人打哈。我講我見打起有時間就5年起嘅。哎呦，很好啊！係啊，大家前當然應該都你打路，要老人家又多歲嗬，我打有時間冇錯的呀。很好啊！係啊，個練好啊，啊每次要7點到9點嗬，2點鐘9點嗬，呀熱天時嗬。就該苗栗大家為咗看啊，伊當好啦，當升旗。好，當升旗好，梗係感謝阿輝先生，很多村長當支持，係冇？哎用然後，老大家血路是發落起來咧，越打越後生。係，所以佢講上去加油分享下來南部村哦，做喺老村長報名啊。辦來南部村。咩辦來南部村咧？哎呦，因為遷戶籍係要做得啦。係啊，戶籍遷我做得啦。分享大家來聊啦哈，當然等下記得很有精彩嘅表演哈，你下大家。無論哪好咧，哈，你嘅樂器哪好咧，哈，聽你你南部嘅打擊樂團喊才同強下來從你客家世界、客家電視台推歌了。
阿公啊，爱现的阿婆就来冲山歌，弟弟冲出客家的智慧，因是现在的客家人，世界的客家人。And 有豐富有精彩嘅客家文化喲，and 係快樂嘅客家人，世界嘅客家人，and 有三萬打拼，雄心快速，客家世界悠悠得悠。大家看到南部喊菜同大級樂團加下咧胡喊菜嘅樣片，係咪非常精彩啊？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三屆來賓嗬，其他三屆都係非常用心嘅，也打得一手好鼓哦。你實實來分享，你嘅村長張村長，韓國你嘅主唱係你小主委。韓國咧大級樂團當中有你阿輝先生，大家好。係今日咧三屆嗬，家下聽人你強下來看樣片，我真係按攏呢度。哇！你胡喊菜嗬，第一有節奏有音樂咩？韓國咧地圖嘅聲音嗬，演技實在嗬不細啦嗬。總嚟講動咯，唔過嗬各種年齡層有，韓國呢度嘅服裝、道具都講究呢。全部自家做。全部自家做啊！全部自家做。哇！所有嘅道具又好，嘅表演嘅所有嘅服裝，全部有我哋強調好專家先生來教俾你啥。哇！錄喊菜嘅喊菜是正經那喊菜來，係咩？韓國做咧公演，學咧本地嘅那年來，係當生活化嘅，當食材。嗰種實際上咧嚇，從之前南部嘅故事都去表演出來啊。對。那倆胡喊菜倆起初係馬沙來構想嘅，這個故事是誰創意發想的？當初是呢個故事上，因為阿輝來到南部以後啊，又去發覺到上98年成立個嚇，因為佢有個故事啊，所以佢談到以後，佢希望講一開始嗰陣時係一隻大金樂團體，所以大家鼓打聲詞。到下後佢是希望講能夠讓你從南部嚟發展一隻故事，譬如講香港嘅故事，或者講你啊南部嚟更重嘅一隻情形嚟表現出來。因為家前度有包含講你辦嘅下野生嚟養古董嚟到，從前度嚟特別後條牛啊，騎馬唔上上嚟到養古董嚟到特別戲出來啊，然後佢結合到你嘅
剧团地位多。哦，哎呦，阿辉老师，你有扮演法国讲哇，南浦村哦，真是太美了。因为顶夜目驻地图会看到南部的这样，你才能把它写成故事啊，对，写成一出完整的剧嘛，应该也安讲。在北埔峨眉，它很多丘陵，只有南埔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视野很宽广的一个很美的乡村景色。那其实以前常常经过我住峨眉的时候，就爱上这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当然一个很美的地方，会有很多创作灵感。可是最重要的是，当听到说我们村里面的修水圳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令人家很感动，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年轻人可以做得来的，有很多是老人家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的。比如说寻水圳的人，以前是没有资薪的。比如说里面有以前在挖煤矿的人，后来这4个人超过300岁的人去修水圳，因为机具没有办法进去。对，这个故事，它除了我们全村要修根之外，还要有这4个加起来300岁的人，他才有办法把修水圳这个工作给完成。那当然，水圳修完了，我们村里面有水了，水量丰沛了，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余裕去种田，当然就会丰收嘛。那咸菜桶是我们节奏创立最初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就把秋末的时候，我们大家会做咸菜的这个工作，结合节奏，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咸菜舞。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大家采咸菜的时候都可以跳舞，于是咸菜舞舞咸菜，它就这么创造出来。哦，虽然讲起来大家为了打鼓，为了打了咸菜桶，一方面咪係講大家休假的時間有時間啊，平常時冇時間哦。你係有閒的，強下嚟打鼓係咁樣啊？最初會為成立了打擊樂團時，聽阿輝老師講98年時，因為97年嘅下鄉村建議休假人員配合政府咧水準嘅修整工作，啊，咁我哋安排前多咧有機方面嘅農業嘅課程。但是老人家相當每為了村長講村長種擺個樣嘅文縐縐嘅課程，就個室內樣嘅湊人點談嘅課程，佢係咩要到好新奇嘅，本來大家做得都參加都注意隻個樂團咪好呵。所以家度阿輝要到南部來，啊哋上幾個非洲鼓當好啊嗬，上恁叫你係客家佬，你係非洲鼓做都一隻用班的配合，跨文化嘅結合。所以家是請阿輝老師來上課。啊，上課以後，大家對個非洲鼓其實也情有興趣啦。但是聽阿輝講係，除了佢嘅手冇辦法，當樣搞來打印外，佢當重要點，其實對了老人家佢哋古調貴係最重要嘅原因。所以到嗰啲之後是慢慢的本佢哋你係鼓哦，淡水同訓練以後哦，本佢哋要你利用呢個機會訓練啲樂團開始大家要將。也做一隻認同來運作嘅咯。都好。其實哈，因為安樣嘅經驗讓成立了導建啊8年來安站嘅樂團，其實了本老人家咪好啦，冇講是地講關於做水田，要有休閒娛樂啊，韓國聽通娛樂，有時間是冇咧哈，係幾好哩，越打越後生，適合係安樣嘅咯。咁頭先講到阿輝老師覺得很感動，第一個世界耆老超過差唔多300歲。咁咪一屆差唔多為70-80歲咧，年紀動態，用8年嘅時間，因為很用心來修了水準。因為當初休耕以後嗬，佢政府咧講了水準以後，其實因為南部最好特殊嘅是講，因為佢全部係睇人河壩船，歸到大龍啊，落水跳到南部來，所以前個包商標到個工廠以後，佢看到個前期佢唔敢做。用8年。因為機器險多，反正係抗年啲，所以家下是包商本來想講佢冇係指標冇係咧，但是老人家談到講，佢既然資源到來咧，啊不用去走就見打掃，所以家下期嗰度老人家從搬到嘛，搬到佢對了鄉對了本村嘅只感情啊，搬了對了水準嘅只感情，所以佢時嘅老人家是自然跳出來講，佢冇喺度嚟負責做了清楚嘅部分，佢都要嚟做。佢都自家下去做，唔係講欠人來做啊。因為個窿講起來，從一般後生人，從啱咪係該擺漲水準，讓體擺落個窿去，所以對嗰啲老人家嚟講，水準對佢哋係上到時佢哋特別細細喺度睇，而只感情而只記憶啊。
哇，你係算計到他們的經濟命脈來講，他們的生命的命脈因為安樣人記得人做得講中咩？所以其實村長你本身自家該東西是要參與。對。聽講你本來跳南舞係舞社的啦，因為做安多，結果一下是拍體的，係嗎？因為漲水準佢牽涉到非常多嘅問題啊，包括講嘅水準部分係勞農業水費有關係，佢嘅水塹有撈嘅水利處、水利署係非常多嘅咧，行政單位包含講攞到裝嘅都有撈4年嘅咧土地改制。你一講嘅時節做咩過界樣辦，程度問題要協調，所以家花錢多嘅時間落嚟到農民來溝通，但是大家也非常重視呢個問題啊，所以大家同意香港人員來做咧水準修正嘅工作。哇，冇簡單啦嗬，做安係工廠嗬，但像講採提嘅咧意見呢協調。按講呢，然後政府單位佢哋協調，用百人本安尼嘅狀態做得變到很好，想法很穩定，你係說大家來構想嘅啦。那阿輝老師，你啊帶啲南部村對你來講，南部村帶俾你乜嘅？南部村帶給你什麼生命的感動？南埔村我覺得南埔村它除了就是我看到的美麗之外，加入了社區營造之後。村民真的是非常的好客，也非常的大方。我們村裡面現在每個禮拜2跟禮拜4都有提供老人的餐點。對，社區共餐。對，所以我們老人大家都會聚在那邊，甚至會有台大的竹東分院的人去那邊駐點，他們就可以直接在那邊看病。對，他們等到他們要回去的時候，藥就可以拿藥回家了。那在南埔村，大家都很照顧我們，雖然我是閩南人，對，但是他們都把我當成是自己家裡人一樣。係，客家人食當日先啦，嚇。咁個今日以後哦，來到了，我講下啲全部談嘅事嚇，尤其我講海陸橋咩嚇，你基本嘅係海陸幫大聚會哦，啲全部談嘅事，因為佢要啲採提，要潛港嚇，要了解採提嘅文化，生活一點一滴的累積嘛嚇。好，等下轉來呢，你又來介紹南部有動這樣的東西。此後，今天村長又來上過你的節目，介紹幾多農產品享用。繼續轉來你的福氣來了福氣來咧，今半夜嗬，老大家窮下來打鼓哦，來認識南部嘅喊財童打擊樂團哦，呢個樂團當神奇啦，呢個大部分我看咧團員都係喊像阿伯啊、阿公啊呢種演技啊，咁個先生係當後生嘅啦。你家下頭先要老大家分享講，南部實在係一隻當正嘅狀態，咁但像阿輝先生要講，村長呢老主委之間咪講。你南部食材當雜哦，第二位我先請村長來介紹一下。你南部哦係講一落狀態，你要用百人來搞呢，用百人來認識呢啲土地。其實南部哦係到上北部落界真多人去，前後嘅真多人哦，但是過界南部橋以後來到看到是啲當偏前嘅只農村嘅只景觀，所以你特別係時節。慢慢會看到是天是你嘅感受啊，咁所以來到南部，你目前嚟講最多人去嘅位所是係你要只當傳統嘅水車，是140年度咧係水車。我哋講佢啲水車係目前係竹筒式嘅水車。有，大家看下圖。所以佢係目前嚟講，全台灣唯一很多嘅人作、很多嘅工作嘅，佢未觀光嘅。真實的水車，實際上還有同佢講開嘅個水車嗬，所以講對南部咧，實際上講水車以外，還有就係啲客家啦嗬，真有啲係文化歷史嘅只成長，然後你地方上嘅只農村嘅只發展係。所以呢度咧水車係應該當重要，你係咪當實際嘅嘛？所以貴州南部村嗬，大體生發地咧原因係用耕種。來講生法嘛嚇。目前來講，耕種係啲老人家最主要嘅只工作啦嗬。係後生嘅大啲時度，梗係靠後人去。
所以后生嘅都冇被打病，老人家了都冇可能。守着我们的家园。繼續落個祖先留下來嘅土地，繼續來努力。哇，家下講到柑啊，哈，肯定要種柑啊呀。就南部肯定要種咧銅柑。哦，當有名。所以銅柑之前咪要帶來個做個柑餅，係。同柑醬嗰度。係，很大鬆。假使我冇看到，我咪冇識到村長帶來。唔過我自家要買哈，我自家要買南部嘅做嘅。應該農產品發展到非常嘅好。唔過，你做得上市，香港呢，也還有稻山呢，你是做得來做咧加工。好，本地加工，一年四季都做得食得到。所以咧南部安這樣啊，阿輝老師，你哋也突然。一對後生人也講，你才提有後生人哈，你自己就有一個美食改造計劃。我的美食改造計劃是因為，我發現我們村裡面參與這個社區的團隊呢，他其實年紀也越來越大了。那其實村裡面還是有很多年輕人，但是因為礙於工作的關係，或是要帶小孩的關係，他們參與社區的時間就不多。那來到南埔村之後，因為我的太太她自己很喜歡烹飪，她自己也有一個在網絡上她販售她烹飪的東西的網頁 ，OK，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我們借由美食跟改造在地的傳統美食的方式，看能不能吸引在地的年輕人開始關注社區的議題，所以我們就希望說，我們可以把板條，我們可以怎麼把板條變得。就是以現在的飲食方式去改造它的飲食方式的食譜，或是水板，對，我們怎麼讓水板變得更有趣，變得，比如說從擺盤開始啦，或是桌子的佈置啦，甚至它的味道如何把我們把西式料理或是我們現代的飲食的方式把它革新，對。就希望說有更多的年輕人來加入我們，這也是一個青年回流的一個構想吧，哈。是。剛講的後生人哈，諸位，你該苗哈，實在有動態功能，有乜人講咧？竟然後生人有一張名按到，啲該苗讀哦，係啊，你到底點做乜嘅咧？喺該當時佢係嗰種按到乜嘅年輕人回流啊，像大學生啊，回流鄉下嘛，哈，該其實該對該苗栗該聯合大學學生啊，哈，其實皮球嘛，哈，2萬年時間，可能南部人學習啊，哈，看下啲唔同時間佢其實做個船車啊，哈，該賣茶啊，哈，該做個茶兒啊，該茶是我依個阿哥就話，佢做木匠嘛，哈，佢教佢啊，同曬教佢啊，個學生啦，哈，做起來啊。他們給用帶學生做嘢，然後按那個名。是啲個苗都按做係啊？係啊，都個苗人做啦。最主要那個名稱是因為，後生人來到裝個島以後，門都當然要實現門咯。係。大家將人嘅都個苗人。對個苗人。都個苗人，所以有個時間咧就都個苗人。所以啲個苗人係門到主位係啊。唔過按談起來知道，當有年輕妹。來到中漢是啲個，我乜嘅事情唔是少，反正呢有人會同你來聽修啦改建，哈，你是唔是講是門時候咧，你是用心去做時候咧，哈。當然來到咧呢，咧後生人厲害，聽嚟來咧，我想阿輝老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青年移民，啊，佢係移民咯，因為愛上南部嘅這樣，嗰個有啲後生人叫為回流一個。啲講自家家鄉安怎而轉到家鄉來哦，人係來到咧係講，你平常時來做觀光咪好，來了解南部咧地當這樣嘅農村咪好，還有當然有鹹菜節，鹹菜節老小鴨生，呢種對南部上種真重要嘅文化活動，同小鴨生當然是也本來是隻本來社會嘅環境，我哋要來新年啲嘅活動嗬。就係講本來結合呢啲產業嘅活動嗬，啊到東亞市少啲曬鹹菜，係，哦辦啲鹹菜節，後本大家咧釣鹹菜，
熟识了咸菜了文化。韩国诶，你客家人听说是当好些咸菜咩，当香当有味道咩哈。好，其实讲到安东南部的酱哈，大家了解咧，有种单纯，有种甜甜的滋味，韩国有当浓厚的客家精神，韩国人情味啊哈。当然来到了一定会来认识，伫苗片前会来打鼓的咸菜汤的。打击乐团哦，现场看到，家下听到几多打击，有看到吗？你摆下了安到做安这样的了道具哈，哟，像你的表演时间是有用到哦。对，因为南部其实了施工员来推行了友善耕作吼，所以对地方的生态也因好因好，特别了传到了产姜，或者讲安尼了该用连理穿山甲，了随时看得到，随时看得到，所以佢了。表演时间是一下做一只咧，后头吼，表演时阵带跳那当。你兔儿咩？你系牛头雕。系牛头雕。你系猪儿，你系乜介啊？山姜。哦，山姜、山枪哦，是了。韩国咧系蓝雀。蓝雀。哇，上正咧，你杀起的咧，生态非常的吼，所以咧全部自家做的哦，不假他人之手，嘛家是自家来，咱咪当好一种运动的啊，用脑力激荡，用自家动手做，所以咧杀起当团结，未来我想应该还会继续安推行下去啊。了一天呢，因为农村发展做唔了一天，了用手的发展係一天的，所以我咪希望讲除了咧。大吉乐团能够更加多的后生人来参加以外，其所有的农村事务，也做得本来后生人继续留到安尼农村来生活。嘿，安当吼，甲安尼做位，身为安尼乐团的主唱吼，你要对安尼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老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讲来讲你条乐团有几好。乐团的时，阿辉老师落来教了底吼，喊你落来动员家吼。还是头就为所戏啦，还个南部的庙吼，系开始个信仰中心的为所啦。入村个出舞台，但是你老人家冇通了，是来做庙的了，了错了吼，来还要打鼓、打嘴鼓吼，用信号啊。哎呦，迄个打嘴鼓咯，打鼓球啊，你是意思是讲，记得话用球打下去，不然让大家穷下来错了啦哈。最尾呢，阿辉老师。讲一句对南埔感谢的话好吗？我真的非常感谢南埔，因为这边的人让我觉得对人跟人之间没有了藩篱，没有了隔阂，因为这边的人真的非常的善良。哇，谢谢南埔。好，今日介绍安这的南部村吼，本大家熟识，瑞他之间咪非常的感动，让上大家就喊来了哦。介今日节目时间行到了尾，希望三位来宾，希望大家的收看，你等下听你先生来做运动了。